謝啊，報片喎，報結啊！咁而家咧又話要拆啦，因為點解北部都會區發展嘅中心點就係古洞村，大型嘅商場，有大型嘅街市，有中央公園，而家有護理院啦，係咪？跟住就有私人嘅發展商喺度發展啦，又有火車站啦，又有公營房屋啦，呢個北部都會區將來呢個中心點咧就係四通八達嘅，咁古洞將來火車就好方便嘅。5分鐘就到上水嘅，大概5分鐘咧又去到呢個福田口岸嘅，所以佢個嗰個中心點設計咧係相當好嘅。咁佢嘅一個1小時嘅生活圈啊，同埋佢嗰個大灣區嘅總體發展啊，就要加埋香港呢一橛。咁香港呢一橛喺邊度咧？就喺呢度啦，就係古洞呢個北部都會區啦。我哋古洞嘅大戲全部都係有啲出名嘅大老倌，咩靚次伯啊、任伯啊、麥炳榮啊，以喺古洞做過神功戲為榮嘅，因為當年個古洞個範圍咧係大好多，同埋興旺好多。誕嗰陣時，觀音誕即係觀音嘅誕辰啦，紀念佢或者供奉佢嗰日嗰個日子咧，就會請觀音像咧就出去有個大啲嘅地方咧，就接受嗰啲八方嘅香火，等大家周邊嗰啲村民或者甚至乎外來嘅人士咧，都可以過嚟裝香去表達嗰個心意咯，係啊。天輕長，長飛上大門。
違法論述，理應應規下。肯定會係我哋嗰個預期係會越嚟越少嘅，但係我哋喺未拆遷之前咧，其實我哋有個構思咧，就希望政府咧就喺呢個新市鎮啦，古洞北呢個新市鎮咧，預留一啲文化中心咧，就俾我哋繼續延續落去嘅。但係政府係未有答應過嘅。但係我哋嘗試下透過社會人士或者其他啲嘢，睇下可唔可以爭取到呢一樣嘢咯。見到係話天星碼頭搬啊或者係嘅，咁佢哋有啲歷史建築或者歷史嘅嘢咧，都會移咗去第二度啦。咁有着呢一個咁嘅參考咧，咁我哋都希望可以會做到呢一樣嘢咯。戲棚會消失，但係文化唔應該沉默。我哋期待嘅發展係等觀音誕嘅鑼鼓聲繼續喺古洞響起，等香港嘅歷史記憶喺城市進步中依然有立足之地。唯有守護文化嘅根基，未來先會擁有靈魂。